係，呢度係書蟲房室。今日想講呢本《原子習慣》。老實講，呢本暢銷書咧已經好多人講噶啦，而且呢本書我都之前已經睇過。喺我翻閱嘅時候咧，我就發現佢個附錄咧原來係講得好好啊。佢講話來自行為改變4則嘅一些啟示。首先，我哋一切未有之前，我哋有一份覺察。我哋嘅大腦係首先有覺察，有一份注意。我哋嘅大腦注意到一個機會之後咧，為咗呢一份覺察，賦予咗一啲意義，大腦咧就開始建構咗一份情緒或者感覺。而老實講啦，大腦咧主要咧嘅模式咧其實都係感覺。大腦咧主要嘅運作模式咧係快速而且係冇意識嘅部分嚟嘅，專門咧係用嚟做感覺同埋預測。先有咗系統1生起之後咧，之後慢速而有意識嘅邏輯腦咧先至會開始運作。如果感性同埋邏輯腦咧係合作嘅話咧，佢效果會好好。但係如果感性同邏輯腦咧係有衝突嘅時候咧，就會有唔合邏輯嘅情緒思考啦。好，咁首先咧，我哋係覺察啦，覺察到一樣對我哋有吸引力嘅事物，然之後咧我就生起咗感覺，我哋嘅感覺腦就開始運作。喺呢一點你要留意，因為我哋係感覺腦運作先嘅，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咧感覺到嗰樣嘢咧未必係合乎邏輯。好，我哋感覺之後咧就出現咗個分叉啦。呢個分叉咧可以選擇平靜咁接納感受，定係放大渴望與改變動機。如果我哋喺覺察到之後，我哋係冇任何行動嘅慾望，我哋咧就係能夠感覺到平靜啊。觀察而且冇咩渴望，就係明白自己係唔需要修正任何嘅事物。你嘅慾望咧係冇咩泛濫，亦都冇渴求改變嘅現狀。你嘅心智亦都冇製造一個咧需要解決嘅問題。你只係觀察，你只係存在住。呢個平靜就係唔將觀察結果變成咗問題。我覺得呢樣嘢咧好有佛家嘅用第三視角睇返自己嘅感覺。喺呢個狀態之下，你就係能夠滿足於當下嘅處境。人嘅快樂咧，唔係話你獲得幾多開心嘅嘢、滿足感同埋喜悅，而係咧關乎於咧我哋係冇慾望嘅存在。當你有覺察到自己嘅情緒，但係能夠平靜咁樣咧，你係冇強烈嘅渴望想要獲得唔同嘅感覺，快樂就會嚟。快樂就係你唔再想要改變自身嘅狀態嘅時候，就係進入你嘅狀態，就能夠進入快樂嘅狀態。正如佛家所講，人生一切皆苦。因為當我哋一個慾望達成咗之後，我哋好快就會有新嘅慾望。好多時候我哋快樂嘅時間存在喺一個慾望被滿足同埋新嘅慾望形成之間嘅空檔。人生就好似隻倉鼠喺個倉鼠輪度不停喺度跑，佢喺度不斷嘅跑，其實係追緊一個慾望。當佢跑到一個速度，個輪咧開始咧有少少咧自動行動嘅時候咧，你就認為呢一刻就係我哋追求到慾望嘅狀況啦。但係好快呢個倉鼠輪嘅動力又開始慢落嚟，突然之間有個新嘅動力又要再跑過啦。所以咧，人生咧，一切咧就喺入邊不停跑、不停跑、不停追慾望。我哋覺察咗之後，我哋有感覺，產生咗2個分支，一係我哋有平靜嘅情緒，一係我哋就會產生咗想要改變現狀嘅慾望，同時都係人類進步嘅動力來源。呢種想要更多嘅衝動咧，就係人類去尋求改進、發展新科技、追求更高層次嘅慾望。當我哋覺察嘅時候，被事物吸引而產生感覺。我哋選擇平靜定係選擇渴望同埋慾望？當我哋選擇渴望同慾望嘅時候，我哋再有3個分叉。第一個分叉就係抑制，而事實上抑制慾望咧，通常都唔會消除到慾望。抵抗誘惑亦都冇辦法滿足渴望。要做嘅咧就係放下，能夠放下就可以創造到讓渴望通過嘅空間。另一個分叉係唔改變、唔行動。咁呢嘢就要問問自己嘅內在信息，你係咪呢樣嘢唔係真心想要嘅？你嘅行動透露咗你嘅動機，所以你要同自己誠實咁樣對話。第3個分叉就係改變。當你擁有強大嘅渴望同埋慾望，就會有想改變痛苦現狀嘅衝動。首先你就要有動機同埋好奇心，呢樣嘢係可以令到你帶嚟行動。先覺察後有感覺，呢份情緒就可以令你產生採取行動嘅衝動。理性邏輯腦就開始運作，同時為咗推動行動咧，我哋自己心裏面咧都會製造出嚟一啲嘅愉悅嘅形象，去 picture 我哋做到之後咧嗰個成功感、嗰份滿足感，所以我哋腦入邊會生起呢一個滿足感、愉悅嘅概念。我哋要改變啦，就用咧原子習慣所推介嘅4個階段模型，
提示、渴望、回應、獎賞，去創造我哋新嘅習慣。James Clear 佢講到嘅獎賞呢，只係喺精力被消耗咗之後呢，先至會出現呢啲獎賞。就好似呢，你用力咁樣奔跑之後呢，先會得到呢跑步者嘅愉悅感。最終產生幾多滿足感呢？係取決於咧你嘅期待咧有幾多嘅。例如你預期得到10蚊，結果你得到100蚊，你就會咧有超級好嘅感覺。如果咧你預期咧係得到100蚊，但係你淨係攞得10蚊，你就會有失望啦。個公式係你實際得到幾多減去你期望想要幾多，等於你嘅滿足感。正如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卡所講嘅名言：窮唔係你擁有得少，而係你想要嘅多。所以最聰明嘅做法係只管去做，唔好抱太大嘅期望，咁你就可以得到意料之外嘅收穫，一份更加正數嘅滿足感。當你因為感覺而行動，就產生咗滿足感之後，呢份滿足感同時都會咧產生咗感覺，去咧影響翻你嘅行動，令到你嘅行動會再行得多一步。所以我哋嘅感覺影響行為，行為亦都影響咗我哋嘅感覺。好，總結一下原子習慣所講嘅附錄啟示。首先呢，就係有覺察啦，然之後你可以選擇平靜接納，去享受並唔係世俗嘅平靜快樂。同時亦都可以選擇投入，根據我哋嘅渴望慾望去咧選擇我哋3種嘅可行性。有人會選擇抑制，有人會選擇唔改變，有人會選擇改變。原子習慣教你嘅方法係提示、渴望、回應、獎賞，得到當中嘅滿足感之後，由滿足感再推動到我哋更多嘅行為行動。無論你選擇係入世嘅去追隨你嘅渴望慾望，定係出世咁選擇平靜脫離慾望渴望，我都祝福你平安、心靈健康。多謝。